这寒流来云林有真侪农渔民嘛，赶紧动起来，搭这个棚仔来压风，甚至佮甲果子、加鹿仔来防寒等等。也若气温也加速来拍水，甚至用井水来维持温度，要甲损失降到上低。 12月20日透早，气温甲前几天比较起来，加真寒，连风嘛有较透。云林种番麦的农民无用搭棚仔，就是希望这番麦莫因为大风或是低温来减收。台北几样搞吼，都长咧放花，生长期。你若无扭吼，台北几样落吼，伊风头伊完全无法度生长。 来到8月份，云林的农民就讲，有寒流要来，趁寒流来到位进前，会当收的就先收，嘛赶紧甲较细粒的芭乐陆续加鹿仔来避免寒害。损失咯，有当时啊1、2成啦，若较严重的就3成左右啦。你养起来时，就一边会较黄，一边就青青，安尼卖起来价钱就足歹。寒害同样是安尼。 也伫咧沿海地，勇士池水车是继续咧运转，增加送水的量，嘛有勇士渔民拍井水，增加水温，就是惊温度无到10度。预防的水用较悬的啊，不然就是无开井水有行啊。勇士业者表示讲，所落来天气会愈来愈寒，包括乌龟鱼、雪白鱼，拢是较袂当寒鱼啊。为着避免农渔损失，云林的农渔民拢振动起来，就是希望甲寒害影响降到上低。记者云林报道。